第24课字母总表：A、B、G、C。英文 A、M、N、N 字伫写做片母音的时阵，是读做若是做主音使用的时阵，是咪、呢、呢、O、A、G、H、E、O、B、P、C、Z、G、K、D、D、T。英文的 TS 一般嘛是读做 G、U、A、B、G、C、片母音片母音片母音若是做主音使用的时阵，是咪、呢、呢、呃、A、G、H、E、O、B、P、C、Z、G、K、D、T、G、U、